来，咱国中央银行之前讲会对美国无要起利息，不过按算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搁调悬做2.24%，这表示咱的服务类的物价要是降袂落来，主要是受到餐饮、娱乐还有厝税变贵的影响。学者嘛认为讲，疫情了后，娱乐服务的需求伫复兴，通货膨胀的比率伫短期内可能要是压袂落来。 人排甲长路出现伫台北市南门市场，因这卖粽的店头，各地口味什么拢总有，只是民众想要食粽，恐惊爱加提寡钱，受管不了一直起价影响，业者只好每一种粽拢起5块。今年真的原物料涨得太多了，就像里面的蛋黄、糯米，还有肉，还有甚至连绳子，还有粽叶，全部都涨价。 中央行理监事会第15做出利率维持无变的决策，符合市场预期。不过，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却是调悬至2.24%，比前一摆有测达2.09%较悬，影响的主要外食、娱乐甲厝税。 我觉得这都是常态耶，其实就是自己心态调整了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开源节流嘛，然后就是一些不必要的东西，就是先不买。 这摆用韩国调悬通膨率有5大，主要是反映通膨结果推来医院费、商品转做服务，而且服务类介绍是真歹讲，就算能源等大宗商品介绍落落来，不过厝税指数年增率已经连续11个月超过2%。那用厝税指数落伫厝价差不多1年到1年半的时间来看，厝税起价恐惊会继续到今年底。当时2021年、2022年上半年。 房价上涨，那到现在已经大概过了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好，那所以说有很多租约会陆续到期了，所以说重新签的租约，它的房租可能就会变高。宣扬홍보认为，服务类介绍落未来造成通膨率继续比2%较悬的情形之下，会加做新常态。不过学者认为，伫疫后娱乐服务需求复苏，而且厝税依然是推升 CPI 起起来原因之下，偏悬通膨率可能会阁维持一段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